这个魔鬼啊，啊，佮你甲魔鬼啊，甲鬼啊，啊，甲几一个啊，我拢叫伊阿姐啦。顶届啊，伫电台的时阵，大家拢捌斗阵过，啊，所以老朋友几啊十年拢无看到，今日你听到因要来遮，我足欢喜的。啊，听讲来甲因见面，也是宝刀未老，亲像因来北内吼，即个年轻人亲像三工会起来，一定爱不断来伫咧，即个学才有法度学着因的即个艺术，所以讲咱政府爱重视遮个老艺人，遮已经是国宝级的吼。你若是无好甲伊珍惜吼，你若是讲学这少年人，你若无学这物件，已经就拢无去啊。希望讲咱的政府来重视咱的本土受风霜之苦，第一厝我毋捌食油醋，我全都满青草咧，互阮小姐仔食，啊，甲饮酒，但我食有着呢。迄款酒是我全家灌，伊啉我嘛啉，那查某挂一路的，阮小姐仔全收过欢喜的酿酒方式。我嘛真正做的证明，好礼无好事，嘿。你对伊遮尔啊好咧，伊无言无语，别离世上，此事就是牵拖你身上。哈，牵拖无？拜托的咧，我是尊敬的咧，讲你也做官，阮也做官，啊，逐个互相喜。我话说我哪讲哪有影？我话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我无啊，我无啊，你无？无，真是无。哎呀，啊喂，哎呦！莫啦，莫安尼啦，哎呦！你可惜恁翁伫咧做状元，我就毋敢办理，恁翁责任拢挂在我的身上。哈，即只金龟虎是对倒去？啊，要先啊咯，啊，等阮这空来啊！啊，等，我要讲，我唔知，我袂晓讲，我无。你若讲无，安尼就无嘛。好，我就是即刻要甲你办，来哟！好，准备江水时间。哎呦呀！哎呦，我疼死了！你念念毋念？都无要安怎哩？比如我也无啊，我当然无就是无啦。讲长是重地呢，你一句讲无，提甲一干二净，也若安尼，你讲无证无据，恁大家讲甲一清二楚，你口经若毋招认，我就要甲你共选举。哈，口经若毋认，要甲我共选举哦。啊，我无做就是无做啦，要安怎？来哟，哈，准备选举。哎呦！哎呀！会听无？我要安怎讲？啊，都有影，我吼啊，讲说会了袂准。总我就是心肝心痛。啊，你今仔日落要办这个案件，啊，官相依，啊，听讲恁办事真清净，啊，你大伯啊，你嘛带量讲吼，阮人甲你结拜，啊，你嘛是我大伯啊，我对毋好，啊，咱逐个安拍倒去啦，真起来甲我办事，有准无？无准有。莫办遐重，起来就好啦。你当做我是贪官污吏嘛？口经若是毋招认，在即个公堂车判一场，伊讲无，啊伊讲有，啊要安怎咧？即个阿姨啊，死了非常的灵感，伊就是去引进金兰，准备伫要来透露即个真情。哎呦，来啊！我后日啊，剩咱啊要来做公堂的，报告带来哇！
主，你到底来公堂创什么？我还唱，我吼，我就去感冒啦，我就出来啦。因为吼，我伫阮小姐生活边伫咧做查某干啦。讲啦，阮二少爷吼，你要来找阮大少爷啦，状元公啦。拄啊，阮大二人无伫啦。咱知影讲吼，你二少爷吼，这金富啦。阮少爷吼，伊讲吼，若食切，就会放金；若食米，就会放银。我无爱相信，叫伊放互我看，毋是伊放的，叫金富放互我看啦。就是我，看久啊，后金后银，放足济呢。人二少爷真有量的哦，讲要互我啦。我倒在行，一直念，但我叫阮头家有听着，阮状元夫人也听着。到尾啊吼，伊讲办手，怎样？拔落喙，金箍甲摕起吼，要叫放金放银，金箍毋爱放。阮咧迄个头家，安尼甲搭落去，金箍搭着吼，定。我就捡起来，我毋敢互伊知影，捡起来放，后摆就有证据。你分明就是阮头家娘害死二少爷。咿呀天呀色啦！奸夫啊！哎呦，你讲无证无据，你甲看，物证在此，人证在此，恁大家过一桩，你也讲毋承认嘛？都安尼让我老我害死！哎呦，包大人啊，若是安尼哦。伊讲啊，用倒台，安尼有伤魂，行去用栽，也用其迄嘛，啥物金，拄啊头壳就你甲跌落去。二少爷在死翘，我头到尾拢看得真清楚。见咯，安尼阿姨的尸体在何处？阿姨的尸体，就第一年长呀，还未出状嘞。来，好，团验尸官到张家验尸。好。我心马头烦恼心。